姊妹平安，平安。没声音哦，有声音了哈。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来，我们互相来祝福一下，彼此问候问安一下。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平安，一切平安，这时候非常重要，平安。来，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神来高声唱。来，请起立。来高声唱，拍掌。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哈利路亚！昔在，今在，快来君王！万心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昔在，今在，快来君王！万心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昔在，今在，快来君王！万心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拍掌，将一切荣耀归我们的这父神。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高声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就是让我们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我们一起来根据神的话，我们来赞美他。请一切有生命的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上主，你是创造主，是你的丈夫，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者，他统辖全世界。所以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让我们可以这么样打开我们的心，不管我们今天遇到什么事，我们就是定义来赞美他。那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才能来赞美他，我们才能够高兴欢唱。因为我们有可能现在等力不准啊，我们很有可能现在正被欺压，我们有可能现在正在那个软弱当中，我们可能正在绝望中，我们怎么赞美？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开口
你只要看到奇妙的主，你就会想到你先赞美他，那奇妙的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只要听祷告的神，你开始赞美他，神就听见你的祷告，早就听见那供应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开口好吗？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至高的神。主啊，因着你至高，主啊，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主啊，你是至高的神。主啊，你已经看见。主啊，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主啊，你看见台湾。主啊，你甚至看见柬埔寨那边受苦的人。主啊，你是救恩的神。主啊，你是喜乐的神。主啊，你是良善的。主啊，你是 so good 的。主啊，你是对我们好的。主啊，你是让我们在生命中就是能够好。主啊，当我们不好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个盼望。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赐福于完满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顾念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顾念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顾念我们。主啊，我们的心就安了。主啊，你顾念我们，时时顾念我们，顾着我们，念着我们。主啊，你牵引我们。主，因为你是奇妙的主。主，你带领我们经历那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人本来是要害我们的，人不看好我们的，但主啊，你就是这么奇妙。主啊，你就是能够来兴起我们，来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来高飞的神。主啊，人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听我们说，但主你听。主啊，当我们一改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就柔软。主啊，我们就匍匐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这位奇妙可畏。主啊，你是让我们敬畏的神。当我们一敬畏下来，主啊，我们就知道原来主你愿意来成为我们智慧的源头，因为你自己说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主啊，我们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但主，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个了不起的主，主啊，我们就够了。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是这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主，你既是那天上伟大的神，但你就愿意在我们的内心与我们同在。我们这里面竟然住了这么伟大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启发带领我们更认识你，我们知道怎么来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请坐。我们一起要来唱这首歌哦。好，因为我们需要主来充满我们。是的，慈爱的天父上帝，还有为我们牺牲流宝血的主耶稣，还有赐安慰我们的圣灵。主啊，我们无时无刻都希望能倒空自己，让你来充满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神。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唯有你，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
于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英年牧师邀请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将你的双手来举高，就像在瀑布下？你敢吗？这瀑布的水非常的大，这瀑布的水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主要来透过他的爱，这个恩雨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要来充满你。我们要再来唱一次，充满我。你闭着眼睛没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圣灵的恩膏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们轻轻把眼睛张开，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这样说：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呢？他岂是深奥的事？他洞悉暗中的事，光一直与他同在。他洞悉暗中的事，光一直与他同在。他也要让我们透过神也是光，他光照亮我们，比那个瀑布更直接、更快，光源更快，来照亮我们。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原来不配的，但主却发生在我们身上，好不好？音乐牧师邀请大家来想一下过去那神已经成就在你身上的。愿神的光照你我，圣灵充满我们，来更新我们。是过去有许多美好，有很多的惊险，但主从水里把我们捞起，在罪恶当中使我们得救。我们的心过去被神来连结，
现在我们再来检查，我们还有那么确信我们是属于神的吗？还是我们早就已经不知道像断了风筝一样漂泊到哪里去呢？我们为过去献上感恩，也为现在我们所努力的今天、以前、今天、现在我正要努力的，我们也献上感恩。主给我们有一个目标，主给我们一个渴望，主给我们动力，甚至给我们渴望神的这个力量。在逆境来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耐力，我们有承载力，而这个压力大到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承受，神却接住。当事情过去以后，我们原以为我们是受损的，我们那个伤害已经没办法弥补，但神却像一个气球把我们吹气，他圣灵的气把我们吹了以后，我们这个人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就弹回来，我们就有那个抗压力，我们有那个抗逆力，我们能够重新修复，于是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出发。未来主给我们看见那未来里我们的信心，透过信望爱，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感恩这位神过去现在及未来，我们就献上感谢。主，我们开口来祷告，来感恩。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过去的过去的过去。主啊，如今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还觉得很丢脸，我们有时候还想起来还觉得，主啊，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来救我们？主啊，谢谢你，你就是定义来拯救我们。主啊，不止过去，主啊，现在，主啊，现在你也来用我们。主啊，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主啊，你一路一路的带领我们。主啊，你使我们的心有一个稳定。主啊，我们的心不再漂泊。主啊，我们原来缺一个角的，主啊，因着你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神圣的缺角由主你来带领。主啊，由你来满足我们。主啊，因为你知道唯有你才能够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未来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感恩，因为你应许我们，主啊，在未来你有你与我们同在，应许你的话语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主啊，你就是这位信实的主，主你是一位全能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像光一样光照我们。主啊，我们那黑暗的我们因着光来，主啊，黑暗就不在。虽然我们可能一时还不习惯，我们的眼睛不知道要放哪里，我们的心不知道怎么来摆动，但主啊，你就是安定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心中那个常常有一个洞，我们的脑也好像有个洞一样，因为我们总是觉得空空的，但主啊，你就是这一位神圣的主。主啊，谢谢你，你自己来亲近我们，以致我们有动力来亲近你。主，我们感谢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现在所努力的。主啊，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先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有一定的办法。主啊，你必要保抱我们。主啊，你必要带领我们前面路，因为你是慈神爱所的神。主啊，你用你的办法，主使我们不走歪路。主啊，你不使我们不落入那个恶者的手中。主啊，你就是保护保守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最大的牧者。主啊，你在那危险当中，你也给我们那青翠的草地，使我们可以安歇在那边，使我们可以在那边安心喝水。因为我们人生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心干渴啊。你知道我们灵真的是渴慕你，只是我们不知道，原来只有你能满足我们，我们却寻找许多其他的。谢谢你，这个时候你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一世，主你管定了。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走在那恩典的路上。
主使我们越走，我们越知道方向。主啊，虽然这一条很清楚的真理道路，但我们却走得不清不楚，歪七扭八。但主啊，在未来里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主，因为你的爱牵引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的，主啊，我们来呼求你的怜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你，我们是没有办法经历的。因为你的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夸胜，你的恩典是要在我们软弱身上来显得完全的。我们来呼求你的怜悯。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是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可以举手来向神来呼求怜悯恩典。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是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呼求怜悯，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
判过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的恩典，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过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同在不离开，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我们呼求神的怜悯，为什么需要神的怜悯？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我呼求神的恩典，我好好的、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就是原来我不配，但神白白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神要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亚比塞对大卫说：“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现在让我用他自己的矛刺穿他，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砸在地上，用不着刺2下。”可是大卫说：“你不可伤害他，谁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上主一定处罚他。”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我知道上主自己会杀扫罗，在应该死的时候死去，或者死在战场。”亲爱的大家，这段经文在说，一个对你很糟的人，但神要你对他好一点，怎么可能？他都这样对我，使我的心碎，我要反过来以德报怨，是这样说吗？是，神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但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没有中那个靶心，打靶我们那个箭没有中那个靶心，我们就错了，我们就有错。或许我们会说，没有啊，我认识的上帝就是这样讲啊，我都没有错。那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上帝，你认识错。就像礼拜天音乐牧师说的，钟贤哥一直给人家比这样，我要剪3分头，结果人家真的剪下去以后，从中间撸下去，他才发现我不是要3分头，我是要剪短一点，这旁边剪短一点。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可能这种误差？我们当然得罪神，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认识的上帝是有差别的，不是神原来那个心意的。我要做一个见证，就是钟贤哥现在去中心医院住院的时候，隔壁住了一个真的要照亮他生命的，因为那个传道名字就叫照亮，你看多么奇妙。照亮好不好？黑黑暗暗照亮好不好？好，一照亮下去而已，他隔天就这个手会动哦，因为他右手本来完全半年都不会动，他现在开始有一点动了，真好。可见他开始有一点怎样恢复，对不对？脑部不是手，手能动是因为脑有一些血块可能融化，或者是神经连接上了。前天他很气自己，一直敲自己的头，一直敲。
因为想起来了，他知道他懊恼，他做错了。他说：“英燕，2月17中风那天的前4天，我都忘记吃高血压的药。”你想，他看到他自己脚这样，手这样，不记得都 OK。现在一照亮了，手也开始动了，然后隔一天就，我想起来，我那前4天没有吃药，有没有懊恼？我如果按照吃药，我手跟脚今天不会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懊恼的时候？有没有气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最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能说什么？他已经够气了，只有神能够安慰他。只有神说：“孩子，求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努力再往前。”神给我们抗压力，神给我们抗耐力，给我们恢复力。我们还是往前，因为神总是有怜悯，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口到神的面前，我们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诗琴继续来弹刚才那一首歌。我们透过这样，神光照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想起来，是主，这想起来的事，让我们心很痛，心很酸。我们气自己，也气别人，但主，你今天透过扫罗跟大卫的故事，这事实发生的事，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以德报怨，何况这一个人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了，我们真的是那时候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我们怎么会走这样的路？主，你照亮我们，你必有够用的恩典。当然，这恢复的旅程的路程，我们需要你双手保抱我们的心。主，我们的心在淌血，我们的心碎了。主，我们的心硬了，唯有你。当我们回转向你来认罪，认我们的错时，主啊，你给我们新的心。这颗心的跳动是随着主你的心来跳动，那个节奏，主你知道。主啊，那个温度，主啊，是你给我们的。主啊，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要为什么来热血？主，我们的心要为什么来大发那个热力？是因为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换了心，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啊，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你让人知道你是有赦罪之恩的主，你让我们重新开始。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典够我们用。主啊，不管我们今天境况如何，是不是一只脚一只手，主你都有办法让我们，即便是只有一只手一只脚，我们仍然可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仍然能够高举主你的生命，因为你是使人在困难中，主我们仍然能够走下去，有勇气跟力气。主啊，你是在我们绝望中，你给我们盼望的主。主，因为你就是唯一给我们盼望的主，让我们因着信，我们有百般的喜乐。主，谢谢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我们跟定你了。谢谢主，你赦免我们，使我们重新来开始。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的，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台湾来祷告，求主来守护我们。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12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开口。你们若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侍奉他，听从他，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你们就会平安无事。但是你们若不听从上主，不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要敌对你们和你们的王。是的，我们若不遵守神的诫命，就要被敌对。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求主赐下智慧，我们要为我们的总统和执政团队，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我们都求主赐下那合一的心。在各样的局势，像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疫情有可能会再起来，或者中国军演意图要以武力或者经济来犯台，使我们面临很大的危机。我们求神赐下智慧给我们的总统团队，有正确的判断力，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直的事。再来，我们要为疫情，在疫情的状况，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内政、国防、防疫、医疗都求主来看顾。特别在年底的公职大选，恳求主将公义放在这当中，求主掌权。特别在柬埔寨被卖的这些青年，主啊，真的是把那怜悯的心就放在这里，求上主的平安就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为我们台湾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你是施怜悯、好公义的神。我们的这样子，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属乎你的。我们需要你这样子在这当中要施行掌权。我们在面临这样台海的危机，面临很多的一个侵犯，但是主，我们真的是要来依靠你。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用祷告来撼动你，我们用祷告来与你一起同工。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奇妙的作为，在这块土地要成就你的义，成就你的爱，成就你的和睦。主，我们真的是渺小，但是主，你是行神迹的神，我们并不害怕。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用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继续要开口来赞美你。是的，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越不平安的世代，求主提升我们祷告的生活。你说，当我们谦卑自己，祷告寻求你的时候，你必伸手拯救，并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用祷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与你一起同工，为我们的国家台湾迫切的来仰望你。我们相信你必为台湾在面临一切的困难的当中，你要来解答。当全球震惊动荡不安，台海局势升温之际，求主提升我们的眼光，看见你对列国的心意。主啊，你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攻击两岸的器具必不被利用，仇敌要从一条路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必从7条路来逃跑。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大声歌唱，感谢赞美你，因你必叫所有的风声鹤唳搅扰归于无有，让台湾这块土地长出更多的和平、合一、相爱。看见你在仇敌面前为台湾摆设宴席。主啊，我们要继续为疫情来祷告。台湾的防疫政策有不同的策略，这是影响正常的生活所必经的过程。我们知道会持续有一阵子有比较多的确诊人数，但是求主施恩怜悯，保守台湾，赐下你的平安与医治，保护生活在这块土地的每一位人民。我们要为我们的在上位者，我们的总统及政府首长来祷告，求神的智慧充满他们，在他们的心中充满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在治理国家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合乎真理，结出美善的果子。在年底的公职选举，甚至最近有那个行诈骗，用高薪来诱拐这些青年人到柬埔寨行诈骗之时，
主啊，你的怜悯要在当中，求主你来掌权，求主你来拯救，求主你的爱就充满这个地，使我们台湾走向耶和华赐福满满的国家。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为国际守望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别来。那位使大地成形，固定大地位置，称作上主的创造主对我说话。他说：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让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国际情势来祷告，因为虽然有一些离我们很远，可是我们是在同一个地球上面，我们一起在这边生活，我们都要来为他们来祷告，为我们那些所不认识的我们的同样的住民来祷告。我们为着乌俄战争的平息，求神将那和平及及将那爱放在在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他们的执政掌权者的心里面。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台海还有南海还有黄海这个区域的安全跟和平来祷告，因为这关乎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为着斯里兰卡的破产，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他们面对的经济危机的恐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我们是一起的。我们要为着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一起居住的这个地球的暖化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全球的灾难，天气热下大雨，该热不热，该冷不冷，我们以后会遇到更多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为这样的温室效应来祷告，让有能力的科学家能够想出方法，让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地球上面居住的每一个居民都愿意来负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那我们还没有想出方法之前，我们先用祷告，我们一起来扶持，我们一起来祷告，同声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使大地成形，固定大地位置，称作上主创造主的我的王，我的父，我的神。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好、这么漂亮、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岛屿台湾，以及这样的地球。主，你让我们在这边生活，你让我们在这边居住，你让我们在这边使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所有的言语都不能够来诉说你的奇妙伟大，唯有神你自己所创造的一切才能够去叙述神你的奇妙伟大。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要按着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我们要为我们不认识的人来祷告，我们要为着那些需要的人来祷告，我们要为着那些
我们知道的事情要来祷告。主，我们要为着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所有的事来祷告。首先，我们祈求父神，你能够将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一些大国，这些有权柄的、有权势的，美国、俄罗斯、中国大陆，主，我们祈求神，你祝福他们，祈求神，你就将你那慈悲的心，你就放在他们的身上，让这些大国的总统们，让他们都能够有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公务当中，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在他们的决定当中，让他们想到的不是只有自己，让他们想到的是那些软弱的人，那些小国。求祝福你，也祈求神，你将那公义放在他们的身上。凡他们所做不好的，也祈求神，你就亲自的来击打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心里面被神来击打，被神来提醒，好叫他们能够警戒自己，做出那行公义的事情出来。求神帮助这些大国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存怜悯、好怜悯，也更喜爱和平，让和平的心意就放在他们的身上。求神也祝福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问题，还有中国大陆在这个南海、台海、黄海上面的区域，他因为不认识你，所以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没有怜悯，他们没有慈爱，他们没有良善的心意。我们祈求神能够在中国大陆兴起更多的基督徒，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认识神，才有爱，才能够从神那边得着爱，才能够知道如何去爱别人，不是只有爱自己。我们也为着在这个地球上面有许多的国家，他们面临经济的破产，他们面临着债务的问题，以至于他们的人民受苦受难，生活上困顿，没有东西吃。主，我们都祈求父神，你也能够祝福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兴起这些国家里面的基督徒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成为他们的掌权者，让他们能够因为认识神而能够去做出更好的决定，更正确的决定，好叫他们的国民都能够得着益处。主，我们也为着这个地球上面的暖化、温室效应，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先求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要先向你来认罪，因为我们人的自大，因为我们人的不够谦卑，因为我们的人为所欲为，我们没有好好保护，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神你所赐给我们这颗这么漂亮的地球，以至于这个地球生病了。但我们知道，这些生病到最后所带来的灾难是我们自己要去承受的。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意，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事，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我们祈求神祝福我们的在这个地球上的科学家，他们能够想出更好的方法，能够来带领在这个地球上面居住的每一个人，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居住的这几十亿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跟随这些爱护地球的人，爱护地球的这些的科学家所想出来的方法，去遵行它，让好叫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丰富、美丽又奇妙的这样的地球，让我们可以世世代代的能够继续的在这边生存。谢谢主，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来为别人来祷告，为这个地球来祷告，为我们所居住的来祷告。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接着让我们来为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记载在诗篇121篇7至8节。来，请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对，现在让我们来为医护人员及防疫人员来祷告，为了他们在疲乏软弱中来重新得力，并且政府能够重视他们的待遇，尤其来注重他们在防疫染疫高风险的环境下的防护安全，并且为了他们的医疗资源及人力的短缺，来释放他们内在的压力和恐惧。请大家同声开口祷告。十二大八父神，我们同心合一的宣告，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教会中来做王掌权，圣灵在聚会中都能够自由的运行。大有能力的上帝啊，你应许会赐能力给疲乏的人，加力量给软弱的人。随着台湾的疫情持续不减，医护人员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呢，因为连日的工作不得喘息而身心俱疲，抵抗力也会跟着下降。祈求主耶稣伸出施恩的臂膀，保护眷顾他们不受病毒的干扰，也赐给他们每天所需的力量，挪去他们和他们家人心中的恐惧、害怕以及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在主里面能够重新得力。也求主赐下智慧给我们执政团队，让执政团队也能够重视医护人员他们的付出和所得是否相当，并且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鼓励，让医护人员都能够坚守岗位，有主的看顾保守，身心灵能够健壮。我们这样祷告都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为生活经济受到冲击的人民与商家祷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我的上帝会照他在基督耶稣里那丰富的福泽，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们。我们为经济受到冲击的人民商家祷告。我们也就是要祈求，在疫情的冲击之下，还有我们这次世界现在的经济都很低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眼光、智慧、平安与信心来面对这一切，并且我们也要相信、祈祷、依靠，让主来重整这一切，恢复我们的工作、财务、关系、物资和盼望。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
上帝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感谢，我们也向你祈求，主，我们因为这个疫情，造成很多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的商家更是受到冲击，甚至快经营不下去。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不只是降下苦难，你也降下恩典。主，我们知道你跟我们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将你所需要的来求告主你。主啊，我们今天就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求告主你，摆列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聆听。主啊，也求主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智慧，能够看见你为我们关上那一扇门之后所开的那一扇窗，让我们能够看见更宽广的未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未来都不确定，很彷徨，很无助。可是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边，并且主你的恩典一直够我们用，因为主你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你要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边献上满满的感谢，因为主你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次的疫情，也求主你赶快让它从我们生命中来远去。求主你的灵重新带我们当中，让我们重新的恢复。还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同声来为他们祷告。首先，我们要为好，我们一起先来读雅各书5章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这祷告若是出于信心，就能够治好病人，主会恢复他的健康。病人若犯了罪，也会得到赦免。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求义人的祷告是有大的功效。是的，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这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求主在这个当中施行他医治的大能。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我们要相互来扶持，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要透过祷告，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包容，特别求神的灵来安慰那失去亲人的家庭。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有一个告别式，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或者是没有办法参加，我们也要在祷告里面来互相扶持。让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为着你爱我们的心，我们再次的扬起手来向你祷告。主，我们的肢体彼此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肢体有彼此有失去的时候，主你自己要来坚固建立我们，因为我们主，我们是爱，我们是一个爱的肢体，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彼此连接。当我们开口向你祷告呼求的时候，主你就要垂听，你就要撼动这一切，让一切的伤痛就在主你的安慰里面得着怜悯，得着医治，得着安慰。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拯救的神，我们因此在这里面，我们要来互相依靠，来仰望你。主，使我们的口能够扬起来，开口来向你追求，向你请求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要垂听，你的能力就要降在这当中，使那受伤的得着安慰，使那心灵沮丧的要得着安慰，使让那身体心理受到伤害的人，他们要得着医治。愿神你是医治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将病中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我宣告你是耶和华拉法，谢谢你将爱子耶稣赐给我们做赎罪祭，也为我们背负了重担和罪孽。
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内心深处隐而未现的罪，好叫我们诚实去面对真实的悔改及弃绝。主啊，恳求主你释放病中的兄弟姐妹，在他们身上的病痛捆绑，在病中经历你医治的拯救，释放他们得以恢复自由。也为在工作中有压力、身体疲累、心灵受伤，或者是内心痛楚的兄姐来祷告，恳求神你赐下恩惠怜悯、施慈爱，怀抱他们，亲自安慰他们，并赐下信心和力量，让每一位在代祷中的兄姐能在主里得刚强站立起来。天父，你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是黑暗中的亮光，是绝望中的希望，是全地的主宰，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都是你用重价赎回的，你关心我们，你在乎我们，你疼爱我们。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平静安稳的心与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为教会来祷告。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18到19节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们在地上所准许的，在天上也要准许。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会成全。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的成全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肢体，我们为着第一个，我们为着信徒的灵命的更新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更新，重新合一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来为着我们的新的会堂隔壁33号宣教中心，让我们再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8成，再下来的这些的收尾的工作都能够顺利。还有我们再来的领袖列车，还有57周年的庆典，包含是献堂，我们都能够一切都能顺利。我们也为着社区的活动能够顺利连结到各牧区，我们为社区的所有办的这些的活动，我们也付上我们祷告的代价。这礼拜青年牧区有关怀见证，下礼拜有义检的布道，还有儿童牧区的阿嘎贝的同学会，还有祖父母节的主日，我们一起都来开口，为着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你所为我们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设立这样的教会，迦南教会，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来敬拜，让我们在这边可以来跟从你，让我们在这边来尊荣你，来赞美你，主，来敬拜你。主，谢谢你祝福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教会，也更谢谢你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会堂，我们的33号的宣教中心。主，谢谢你，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丰丰富富的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祝福，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也并不是我们会了什么，而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丰丰富富的恩典
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主，但我们祈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这教会里面，从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全职同工、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能够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仅白白得来，我们还要能够将这样子的好处，当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散发出去。祝福你的教会，迦南教会，让我们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意，就是愿意将我们所领受的这些爱传播出去，透过社区，透过教会社区的事工，将福音广传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让迦南教会成为这个社区当中的祝福，成为这社区当中的避难所，成为这社区当中的一个安慰的地方，一个被祝福的地方。求主来帮助我们，愿我们在这边所要做的所有的事工，都求神你来祝福带领我们10月份的庆典，还有包含献堂，还有我们的领袖列车的建造，还有我们的青年牧区的关怀活动，传道部的义检，儿童牧区的阿嘎贝的同学会，主父母节。主，我们知道我们做所有的事工，我们为的就是要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做所有的事工就是要来将你的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样的得到这样的领受。谢谢主，愿主祝福你的教会迦南教会，让迦南教会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祷告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哦。我们每一位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一起来领受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以下是有关以东的信息。有人从以东问我，看根的啊，黑夜快过去了，黑夜快过去了吧？我回答，天快亮了，但黑夜要再来。假如你还要问，回头再来问。亲爱的弟兄姐妹，黑夜就要来，但黑夜之后有天亮。神要我们真的警醒来祷告，祷告会不是就结束，祷告会是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祷告，在线上祷告，我们都被兴起成为一个守望祷告，随时我们都要来祷告，我们要迎接神的荣耀作为，破坏掉那个撒旦的诡计，兴起每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怎么祷告呢？不是我们爱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不是，乃是顺服神的主权，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为自己成为一个祷告勇士，我们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今天，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你点火。主啊，你点火在每一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兴起我们。主啊，你兴起我们成为守望者。主啊，因为黑夜要来，主啊，黑夜要来，这些恶者要来抢夺。但是主啊，你兴起我们来祷告，你兴起我们，使我们能够随着主你的号角的声。主啊，你的号角升起的时候，主，我们就是随着你，我们要去打战。主啊，我们随着你，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这个教会，守住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主啊，每一个主啊，你所看重的，因为主你就是爱。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你点起那祷告的火，因为你说迦南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迦南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我们从现在开始回去以后，主，我们这个火是越来越旺。主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彼此连接，祷告当中，主你就行了奇妙的事情，因为主你已经听见我们祷告，主你已经兴起我们。主啊，我们就是要起来，不是坐在那边祷告而已。主，谢谢你使我们同心合一，我们一起建造教会，我们一起让教会成为这世代的一个盼望。主啊，成为这世代的亮光。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啊，是的，来充满我们，来。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
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已经充满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让神来带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家。愿主耶稣基督拯救恩领导你们，你们手所做的工，就凡是有那需要救恩的，你们举起手来，主啊，主的灵就在你们的当中，主天父上帝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带来支持和好，带来所有的亮光。主已经点亮我们，就与我们同去，让我们有满满的平安与喜乐，到哪里都有温暖，到哪里都有光，到哪里都有主的爱，让我们活出主的爱。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喜喜乐乐、平平安安的回家。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祷告会就到这里，谢谢。